阿敏也是打得非常的不错。碰碰绕过篮筐为领航员首开纪录。low post 陈冠全把对方顶开之后，一个大打小单吃杨敬敏。梦想家其实在禁区里面哦，他只有1名球。Chapman 加速到禁区，拉开有进，好球哦。Jordan Chapman 立刻还以颜色，就看如何把这些射手给运用起来。关达又一个 give and go， 跟神窟之间的配合，还剩下10秒钟了。施晋尧在罚球线跳投空心。第一节有5位领航员的球员有得分记录，施晋尧来了，开始啦，有嘞，阿瑶在门外线。对方没有上来，他的出手没进。碰碰篮板球抓到前面，没有防守球员。Nice 碰碰。不过他毕竟是联盟的得分王跟助攻王了，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在。林正这个球，阿瑶又是塔克来面对他，擦板球进，被 Chapman 抄到。这个传球够水准啊，直接找到了跑在前置位的施晋尧。哇，我们看到其实再给碰碰40度角的3分外线，中手开花。所以我们看一个球员的低命中率，其实也要称赞一下防守球员。当然，塔克的无球跑动啊。这是一个 N1 呢。再给张根玉射手跳出来，2分球。李健林耀宗 Q 在禁区之后，林耀宗是更敢打了。对 ，Q 拨2下，拨3下，终于被他给拖进。球在 Jordan Chapman 的手上，高调禁区给 Quincy Davis， 还是没放进。终于，要再重申一次，他绝对不是在。好 ，Jordan 绕出来，顺势切到禁区，换成左手好球。每一个人都几乎都接到球哦。张根玉买分成功，4分打机会。林俊杰14分当中有8分出现在第4节，这个球被拨了一下，施晋尧的超前，然后再回到他的手上，好球，交给 Q 来投一个 long two， 哇哦！但好处是能投外线的球员相当多。球最后是拨给了 Jordan， 第4节的团队第2记3分球。张根玉跟施晋尧把这个球给抄到，现在发动前面的快攻，再给 Jordan Chapman 绕过篮筐插篮得分。下有 Quincy Davis 的一个好球，高调禁区给到 Q， 转身把2分给攻进，领航员追分的机会。Jordan 切到禁区，换成左手球，关达佑抓到篮板，直接长传前场，追平了2分。他现在要告诉你，施晋尧切到禁区，巨蛋要掀开了。